Assalamu alaikum，早上好，各位朋友。今天呢是我们的网络访谈，非常感谢各位嘉宾。首先，尤其是西部的两位朋友技术支持把它加，然后呢，我们的嘉宾耶尔布博士，在他们呢是非常的早了。今天的题目呢是虚构的中华民族，强制的民族同化。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在年初有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通过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对这个呢，有这三位专家进行评说。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呢，第一位是耶尔波亚珍汗，他呢是我们东突厥斯坦巴里坤草原的勇士。他不仅是一位医生，他也是一位研究历史，尤其是中亚历史的一位学者专家。他呢会通过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个中国通过的这个法律进行分析解说。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呢是郭宝胜先生。郭宝胜先生呢大家都很熟悉，他现在呢是在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在学习，已经有了一个毕业证。他现在是在 Master， 也就是研究生，也将明年毕业，然后他可能还要读博士。他现在学政治学的，他的文章呢，不仅在台湾、在英国、在美国都有发表，而且呢，成为了一个对时政的一个很尖锐的批判的一个专家。欢迎郭宝胜博士先生。我们最后一位，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嘉宾呢，就是滕彪博士。滕彪呢，在中国是一个很有名的法律学者，他是北大法学院毕业的吧？是我不想搞错。滕彪呢，也曾经是推动废除中国的拘留收容法，对吧，滕彪？收容遣送制度，遣送法律，因为孙志刚事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一位学者。他流亡美国以后呢，一直在各个大学里头开课演讲。他也是人权领域里头一直始终不渝的支持各民族，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维吾尔、哈萨克人、土伯特人，包括南蒙古人，的一个勇士，一个斗士。好，我呢就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废话。首先呢，我把屏幕呢交给耶尔布先生，由他开始他的开场白。耶尔布，请。大家好，我Assalamu alaikum，我名字叫伊尔波列加汗，我是在新疆哈密巴里空出生的哈萨克人我2000年来美国，然后呢在这边读了大学，然后拿了博士学位现在在这个美国行医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那么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就是一个谎言一部法律两个谎言那么2026年的这个3月12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通过7月1日呢，这个法律呢就会正式执行。这部法律的序言呢就写到，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的大家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那这整部法律呢，是建立在这2句话上。那么我今天就想追问一下，这2句话是否成立？那么中华民族是什么？从哪里来的？这个中华民族这个词呢，不是古代就有的。1902年梁启超在檀香山，也就是今天美国夏威夷流亡的时候呢，他第一次使用这个词，他自己说的很清楚：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这个呢是梁启超的政治宣言这个呢不是历史描述。后来呢，这个词呢2次被写进国号1912年中华民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1976年之后，中国发现了很多新的这个考古遗址，比如说三星堆、良渚红山文化等这么多这些这个遗址的发现呢，史前遗址的发现呢，就让这个一些中国的学者呢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民族的政策的这个概念1988年呢，这个费孝通在香港发表演讲，他就提出了这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就是给中华民族呢这个称号呢穿上了这个学术的外衣。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华民族呢这个伟大复兴就被习近平写入了党章今年呢这个法律的推出呢，又让这个名词呢又法律固化了。124年从梁启超的一篇文章走到2026年124年走到了一部有法律强制力的一个成文法。那么我今天就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中华民族，也就是汉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遗传学呢就给出了非常清楚的答案那么最近5年，从2000年开始以后，中国的这个史前的这个DNA 的这个研究呢就非常的多那么遗传学给出了清楚的答案，也就是6000年前的时候，东亚人群呢是高度多元的。北京地区和广州的当时北京的人和广州的2个人群呢，它遗传距离呢就相当于今天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差距。然后良渚人创造了比埃及金字塔还要宏大的这个水利工程，但是呢，他们的遗传后代呢是在今天的太平洋，是今天台湾原住民、毛利人、夏威夷人，不是汉族。然后北方的这个东亚北方的这个红山文化呢，创造了精美的玉器，他们的遗传后代呢也不是汉族，是今天蒙古高原上这个蒙古人和满洲人的祖先不是汉族。真正成为今天汉族遗传主体的呢，就是这些研究paper 呢，研究论文呢，就发现真正成为今天汉族遗传主体的呢，是来自渭河东部的仰韶文化人群5900年前气候大干旱以后呢，这个湖泽退水，他们沿着黄河向东向北扩张，到秦汉时期这个扩张就完成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右边这个图，在6000年前这个遗传多样性非常大，然后到秦汉呢，这个遗传多样性呢基本上就完成了。也就是说，这个遗传呢，这是中国人的遗传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个遗传的基因呢非常相似。这个是怎么完成的呢？这个遗传数据呢非常清楚，父系基因替换率呢远远高于母系基因。
这在遗传学上呢只有一个解释啊，这个是通过战争征服的，男性被大规模的这个消灭，女性呢被并入的这个扩张的人群，这个呢不是融合，这个是替换，也就是说，费孝通的多元一体啊是不对的啊，应该是一元独大。那么我们就击破了这个遗传学呢，就击破了第一个前提，多元一体的前提。这部法律呢说这个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大家庭，这些 paper 的古 DNA 研究呢告诉我们，多元确实存在过，但一体不是融合的结果，是替换的结果。费孝通没有撒谎，但他1988年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呢，古 DNA 的这个技术呢还不存在。今天的科学证明呢，他已经错了啊，所以第一个前提就被科学证伪了。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前提，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习近平的这个伟大复兴要复兴到什么时候去啊？那么习近平在他的这个2017年的党章里说过啊，就是他法律的序言呢引用的这个孔子的这句话，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他就是把这个孔子所说的这个大同世界，也就是尧舜禹的这个大同世界呢，说是为要我们中华民族呢要复兴回到那个地步，那一天去啊。那么我们就是中国的考古学家也找到了那个时代啊，就是山西的陶寺遗址，山西这个遗址呢位于山西襄汾啊。是学术界呢最广泛现在接受的这个尧都的候选地啊，发现的结果呢是1300多座墓葬，1%的随葬品呢极为丰盛，就是9个人呢这个随葬品非常丰盛，99%的人呢死后呢一无所有。啊，而且这个骨骼显示呢，他们常年的体力劳动，啊，这个呢不是天下为公，这个呢是典型的奴隶社会，也就是9个奴隶主和1300多个一无所有的奴隶啊。这个大同世界呢是当时孔子啊，为了这个，因为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动乱，他幻想出这个。1000多年前的这个大同世界呢，它是对这个当时这个美好的这个是投射啊，就是他想象的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世界，但呢，实际上呢是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乌托邦。那么第二个结论呢也就被推翻了。那么我的结论呢就是说，中华民族是1902年的这个政治发明。它的形成机制呢，是从6000年前的这个多元，然后呢，后来通过战争征服和人口替换，而不是自然融合。它要复兴的这个大同世界呢，是一个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乌托邦。那么我们今天回过来说呢，这个一部建立在这两个虚构前提上的法律呢，它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他要真正保护的呢，是不允许任何人说出以上事实的权利。啊，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好，谢谢耶尔波非常深刻的通过这种考古历史背景给我们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对两个很重要的中国的叙事的这种驳斥。很重要的一点，我在开场白给忘了，所以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访谈节目呢是由世界维吾尔 Academy 主办的，我呢是维吾尔 Academy 的中国研究所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呢这是第一场有中文的，有 Uyghur Academy， 也就是学者学院主办的。
那么维吾尔 Academy 呢是在2009年的9月份，由9位年轻的学者在土耳其发起成立的。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发展到美国、欧洲的基本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分布，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等。这是一个维吾尔精英汇聚的一个平台。我们每年都开展很多的活动，从学术角度出发，从各个方面去解说维吾尔人、东突厥斯坦、哈萨克人等等的历史，以及呢我们的权益要求。这是简单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今天的解说评论。下一个呢，我就想邀请郭宝胜先生，来从他的角度来给我们解说一下。郭宝胜先生呢，实际上2周以前呢，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对这个中国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进行了驳斥。他从哲学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那是一篇非常深刻的文章，在维吾尔人权项目的网页上有。现在呢，郭宝胜先生，请由你亲自来解说。好，谢谢这个伊丽莎白先生还有维吾尔 Academy 邀请。我其实以前呢是研究哲学、神学的先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后来在美国神学院读了3年神学，但那个最近呢由于各方面的变化，我又开始读这个国际关系，读这个政治学，所以这个背景是非常复杂。最近就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这个概念呢，在最新的中国的有关民族的法律当中，它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统计了一下呢，最新的这个法律当中呢，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呢出现了36次，它是最高频率的一个名词那这个名词呢，中共它为什么要用还有它跟中华民族到底有什么关系？然后它跟那个哲学法律还有中共的政治目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今天先那个简单的讲一下。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呢，最先提出来的还是习近平因为我查了一下，没有其他的学者提出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他就是在新疆的一次会议上，最早是2014年在有关新疆工作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在这个2017年呢，就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就写入这个党章了。然后从2023年开始呢，就成为全国民族工作的一个主线所以拔到一个很高的地步。那习近平他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习近平这个人最喜欢提这个共同体概念搞了一个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什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他提共同体的目的呢，就是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帜立场，然后因为现在国际社会呢还是比较喜欢多边主义嘛，所以他提出这个共同体概念来吸引更多的国家的参与，然后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的利益、政治的权利所以他提出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呢，他实际上也是以这个多边主义的立场来实现他进行民族统治、民族同化、民族灭绝然后维持中共政权的这个民族统治的稳定是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那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呢，实际上跟中华民族是有很大的关系。刚才叶博士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概念最先是呢1902年梁启超提出来的。他这个概念呢，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中华民族我们在现实世界上遇到的都是些汉族、维吾尔族土家族、哈萨克族具体的民族。那中华民族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而且它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刚才这个一博是从那个民族学的角度论证了，就是中华民族这纯粹是一个虚构的民族。那从那个政治学的角度呢，当时梁启超为什么提出来？他就是为了对付西方列强的侵辱，就唤醒这个国人意识，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就东亚的这些民族团结起来对付西方列强后来对付日本这个概念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呢达到一个顶峰因为当时这个日本人侵略嘛，所以这个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大家要团结起来这个之前呢是辛亥革命的时候黄兴做了一个中华民族大通会目的呢也是这个唤醒国民意识然后这个民族呢成为一个民主共和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它是这样的。那中共呢还有国民党在抗战的时候就充分的利用了这个概念了但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呢，可以说列强外辱都消失了，那这个概念为什么还在继续用呢？它主要是这个，它要证明它这个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合法性然后呢，它为了统治这个多民族，然后用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呢，来强调这个普遍性统一性，把这个个性呢特殊性呢差异性呢全面的给抹杀所以呢，这个当费孝通先生提出这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候，中共呢是感到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概念的话，把这些少数民族的那些差异性、特殊性，会给消除，强调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它的共同性、普遍性。那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呢，它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以这样一个抽象的、普遍的、共同的所谓的这样一个中华民族，把其他的具体的那些特殊的那些民族的他们的特殊性呢，全面的铲除那他所谓的中华民族的这个共同性是哪？就是这个法律上所讲的，就是国家通用什么国家通用文字国家通用的这个那个这些就变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些特征，然后用这些特征的普遍性，把所有的个性呢全面的给铲除、给抹杀，这就是他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它的政治的一个目的实际上我们从哲学上来看呢，这个也是从柏拉图以来呢，他强调一个共相、共性、抹杀特殊性、个体性的这样一种认知思维因为柏拉图他最先提出一个理念世界就说美人马就这些概念呢，他说是这个真的，这些概念是美好的，那具体的人是丑陋的具体的那些花朵那些都是丑陋的，所以他觉得共性共相普遍的概念才具有这个实体性，才具有这个真理性然后这些抽象概念才是这个真实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实世界。所以后来发展到这个中世纪经验哲学的话，也是把这些共性共相强调到一个真理的地步但是在中世纪后期呢，就是有一个奥卡姆提刀这是一个哲学家，他发现这个强调共性普遍性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奥卡姆提到就是说，没有必要的话不能创造实体，实体的意思就是共相这个实体呢不是实际的那个事物，而是恰恰是一些普遍性的概念。所以奥卡姆提到呢，这个让西方的这个哲学呢，从一种抽象的普遍主义走向那个经验主义，开始发展这个自然科学为近代科学创造了条件。那这个实际上证明呢，奥卡姆提到呢是对的。那这个思辨的思维在中国古代哲学也有体现，就是那个名家，就是白马非马，就是白马非马这个派北他们认为就是说，现实当中只有具体的马，白马、黑马、红马，那个我们家的马，他们家的马，
没有马这个概念没有马这样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是白马非马，马跟这个白马这是两个东西，所以它区别出了这个概念和事物本身之间的这种差异性这样一种这个思辨呢，也让我们这个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呢，也是比较非常理性的能够看待所以当我们接触到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共呢它虚构出来它编造出来，它用抽象的思维呢它制定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跟具体的现实当中存在的具体的民族呢它是两码事。那中共为什么要创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它的目的呢就是抹杀各个少数民族，尤其是这个维族蒙族藏族他们的民族特性我们看到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呢像维族现在根本就不能过他们的节日，过节日就是刑事犯罪60%的这个清真寺全都摧毁了。维语的话，年轻一代都基本不能说了。那藏语更是这样的就搞了个寄宿学校，100多万藏人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只准讲那个普通话，回家之后呢，跟那个父母连那个藏语都不能交流那蒙古族这块大家也是记得非常的清楚是在2020年的时候蒙古就发出了就是内蒙古这个政府呢把这个就是基础教育里面的蒙语全都给取消了后来蒙古人就起来反抗抗议，但是大规模的逮捕抓捕迫害。现在呢就是说蒙语的基础教育就没了，然后年轻一代基本上都不会蒙语所以说中共这个法律的推广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的推广呢，就会让这个维吾尔人、蒙古人、藏人呢，就会像这个满族一样呢，自然的消失了这是这样一种那个非常可悲的前景呢，说不定呢很快就会来临这个最主要的是要把你的文化给消失。文化最关键的是这个语言语言呢就是这个文化的载体，把你的语言给消失了，那你自身存在的这种特征那就没了所以呢我再多说一点，这个语言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哲学家就是波普他就提出了3个世界的这个理论他就认为第一世界呢就是物理世界，第二世界呢就是人们的精神世界，那第三世界呢就是用这个精神世界来反映第一世界的这些符号实际上语言就属于这个符号这个系统。那这个没有第三世界，没有语言的话，你无法认知第一世界也无法表达你这个主体所以说丢失了自己的语言的话，那你的特征呢也就没了所以中国呢在这个法律里特别强调全部适用这个国家通用文字，它目的呢就是彻底消灭掉你们的文化，消灭掉你们的个性，乃至最后呢消灭掉你的民族就跟满族壮族你现在看跟汉族是一模一样了。好，我呢就是先从这个政治学哲学这个角度呢阐释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好，谢谢。行，谢谢郭宝生先生非常深刻的分析。当你讲到这个共性、特殊性这些从柏拉图的哲学角度出发，对它的共性的这些强调，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很简单的，比如说在美国，他特别喜欢在公司各个方面呢，政府都使用不同语言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们认为呢，这些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比如说，我在一个维吾尔语的环境里长大，在东突厥斯坦那块绿洲长大，所以呢，我的思维跟我的语言、跟我的环境、跟我成长的背景和我的文化背景有联系。所以呢，我看问题肯定和一个英语世界的人不一样，和一个中文世界的人也不一样。美国的伟大就在于
他能够利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人，把他最优秀的部分发挥到精致。所以呢，美国才是今天的美国。我那天听有一个演讲，讲到据说习近平可能去找李光耀，跟李光耀说，现在东升西降，美国不行了，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我们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我们的人才更优秀，所以美国才几亿人口，他们远远不行，人口基数低人才也会少。那李光耀告诉他，你错了，美国有的是80亿人口的这个基数，全世界最优秀的人都会到美国去的包括你14亿人里头最优秀的，就像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头的都是我们是被迫在中国的教育制度，那你们两个呢是这个的一部分，但你们都在美国，所以这个非常感谢我不想耽误太多。好，滕彪博士，你自我做个介绍，然后呢简单的，然后从你的角度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你是研究中国法律的，那么对这个法律你讲一下你的看法，谢谢滕彪。好，谢谢伊犁小姐，谢谢维吾尔Academy 邀请。那我之前一直在就是研究中国的法律人权。2013年之前在中国教书，也同时做很多人权的工作，是中国比较早的一批人权律师。然后2014年之后呢，在美国教书，做研究，同时也继续做我的一些人权倡导的工作，和维吾尔藏人的这个人权组织，包括南蒙古等等有很多联系。所以就是民族问题也是我研究、关注和倡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关于就是民族团结进步法，那从法律角，当然我研究法律，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它仅仅就是局限在法律领域内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法律和政治密不可分的而且很多这个法律领域它是被政治化的。被这个就是被共产党操控，所以如果不理解中国这个它的独特的政治体制，不理解党跟法的关系，政治跟法的关系，那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把握中国的很多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那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它首先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相抵触的。那宪法它是更高的法律，包括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那也是应该高于民族团结进步法。那这是非常明显的。中国这个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对这个少数民族的很多基本的权利，基本的这个自治权都是有规定的。虽然实践中并不是那样但是从法律角度，它这个现在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是和更原则性的更高的法律相抵触的。我们一会儿会谈到这个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它的规定的那些民族享有的自治权利和这个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得到保障。然后呢，从整体来看，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法，它是汉化政策的一个法律化和全面化。或者说它是以这个像郭宝胜所说的这个很多人读这个法律从头到尾读下来，对，就是
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就是它的关键词，它的关键的这个理念，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等，就是这样一个表述，是它最核心的东西。这个它是以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名实际上是实行这个汉化或者是实行这个汉族中心主义之实。他不提这在官方的宣传里边，他不会直接的赤裸裸的提这个汉族更优越啊，汉族要有更多的权利啊等等，但他实际这个法律想要表述的东西，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那样。那从这个实际政策，从这个文化灭绝、种族灭绝，对这个各个民族、非汉民族的各种歧视啊，尤其是维吾尔，就是东突厥斯坦各突厥民族，藏族和蒙古族，就是他这个以。这种歧视性的全面性的歧视政策，这个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政策是已经早早在这个法律之前就开始推行这个汉族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或者是叫这个黄汉主义。我们看到这个法律，它的这个有一个序言，有好几段的序言，虽然没有宪法序言那么长，但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法它有这么长的序言，也是不寻常的。一般的法律里边是没有序言的，所以这个也更加表明了它的这个政治性，它的这个意识形态性。在法律里边有相当长的一些规定，都是这个政治性的。嗯，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法律它这个相互有，它不但和更高的法律相抵触，而且它自身也相互矛盾。比如说，它里边有第几条说这个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等等，就这样原则性的东西，宣誓性的东西，它也会写上，但是呢，它下边的其他的更具体的规定，它就很显然是和这个相冲突的。那就像中国很多其他的法律，整个的法律体系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在一些比较这个抽象的、比较概括性的，它会给你肯定，看起来是和这个普世价值，是和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这个价值相符合的，但是具体其他的这个条文就很显然不是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制定的。嗯那在这些就是和上位法相抵触，和国际人权标准明显抵触的，这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包括这个宗教信仰的权利，言论自由，尤其是语言权利，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也是比较具体的。那他在就是这个法律里边，明确讲了这个就是汉语，他用的这个什么通用语言啊什么的，那说的就是中文和汉语了。他说这个学校要以这个中文作为这个教学用语用字啊，就是而且明确说，如果必须要用这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时候，要把这个中文在这个放在突出的位置，无论是位置和顺序上要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更这个直截了当，毫不掩饰，要把这个其他非汉的这个语言放在更低的位置。那实际上他的这个做法就比如说这个西藏的技术学校然后在东突厥斯坦对各民族语言的这个压制等等，这是已经是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嗯，那也就是说，就是从
就是法律，它在这个条文当中和在这个现实执行当中，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法学理论说这个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那中国就是更是这样。那即使没有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法里边的一些这个对各非汉民族的歧视。那我们也就是很早很早就看到了，就是全国系统性的歧视政策，然后发展到在东突厥斯坦的这个种族灭绝政策。那如果把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这个限制性的东西放到法律里边，那就更加说明问题，它就是实行起来就更加的明目张胆，更加的肆无忌惮。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定义很多，定义，比如说这个核心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什么叫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然后什么叫破坏民族团结进步？那在法律里边，很多这个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可以这个被公诉啊，是一个犯罪行为。那这些定义是相当模糊的，那在执行起来也就有中国的这个公安执法人员就会有更加随意的这个空间。嗯，然后对，还有其他的一些，一会儿再说吧，我先说这些。好，谢谢滕彪从法律的角度出发，那我就继续先从你开始提问吧。刚才郭宝胜讲的时候，使我想到一个哲学的，也是从哲学的西方。柏拉图在他的申辩篇里头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个人的权利，如果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以个人的道德义务为首要。然后呢，他又在另一篇他的对话里头和他的弟子在监狱里的对话的时候，也就是申辩篇是苏格拉底在控诉这个雅典，而且控诉的非常成功。他以个人的尊严、自由为先提条件，可以否决，可以不执行雅典的法律。然后在这个监狱里头和他弟子的对话，他弟子要他逃跑的时候，他又特别强调法律的神圣，法律的至高无上，任何个人对法律的破坏都会造成对整个社会以及这个群体社区的破坏。那么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柏拉图在这两个对话里头，通过苏格拉底的嘴，也就是说，在这里头，一个是要以个人的自由为前提，另一个呢是以共同体的规矩。那么中国的这条法律，刚才你也讲了，它有我记得上一次的对话中，王可教授民族学的，他讲了，大概是这条法律的2/3都是，如果这样了，那我们就要这样惩罚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说这是一个恶法？而对于这样的恶法，我们有没有权利不执行，或者是呢拒绝执行？那么这个你从你的角度，尤其是刚才你讲的语言，比如说现在维吾尔人的文字在维吾尔自治区全部都已经没有了，铲掉了。那么对于这些做法，法律是7月1号开始实施，但是呢已经开始，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留有余地，很多人就可以钻空子，对它呢进行任意的，尤其是执法机关、警察呀、政府啊，因为执行这个法律呢又是自治区党委，应该说好。滕彪博士尽可能压缩在3分钟，谢谢。好，那你提到这个柏拉图、苏格拉底，那这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呢，就是
像我记得这个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边，就是把柏拉图的一些思想作为这个极权主义的一个相当早的起源。那这个是对。然后呢，苏格拉底他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那他的这个行为，他要来判断这个城邦的法律是不是公正等等。从政治哲学角有很多讨论，就是他的这个苏格拉底他实际上是开启了这个 civil disobedience 的一个先例啊。虽然他不是以后来像我们熟知的马丁路德金那样的这个civil disobedience，中文有两个，一个叫两个翻译法，一个叫公民抗命，一个叫公民不服从。那这个这是从那儿就有它的源头。那在这个政治学和哲学上，实际上有很多很多讨论，就是关于公民不服从。我们比较好理解的就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集权体制下，这个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是不是适用啊？这是有争论的。因为比如说中国宪法和其他的法律里边有这个言论自由，有这个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呢，实际上又有很多明显违宪的法律来限制公民的这个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那怎么样不服从呢？怎么样去对抗恶法呢？实际上中国有很多勇敢的知识分子和行动者，他们我就不服从，我就要批评共产党，我就要批评这个体制。那他们就会进监狱。所以这个就是像民主团结进步法也是一样，就是你不服从的人，那就会公开，尤其是你公开不服从的话，那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嗯，那就是你要违背这些法律，那就是他就会把你定罪、判刑、酷刑，甚至生命肉体上消失。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这样的这个巨大的成本，也是使一些这个学者来反思这个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可能不一定适合用在这样的集权体制。好，谢谢郭宝胜牧师。我要问你的问题是，梁启超、黄兴，你在你的前一个问题中提到中华民族，现在呢，习近平提中华民族共同体。那么，在这个法通过以前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定义，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汉族？现在习近平呢加上一个共同体，就像人类共同体一样，是不是他想要把其他的民族汉化，然后把这个呢美其名曰是共同体？因为呢，在这他也已经，我想习近平也知道，中华民族就是指的汉人，因为梁启超讲的时候，他讲的是本土18省，没有包括土伯特，也不包括东突厥斯坦、南蒙古、朝鲜、越南。所以呢，这个的界限，你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谢谢。我们从这个法律看到啊，它是强调民族团结进步法，它就是特别强调进步啊。进步呢，意思它就是说，民族分落后民族和进步民族啊。那要是这些落后民族啊，也要变成那个进步民族。那其中的核心呢，就是这个汉化。他觉得汉人的这些文字啊、文化、习俗啊、思想呢，是高于其他民族。这个呢，确实是从那个中国古代就有啊，中国古代有这个夷夏之变。夷夏之变呢，就是夷，它就指的是这个中原以外的那些少数民族，什么那个南满啊、北夷啊，就反正那些匈奴啊、鞑族啊，那就是华人就说是他是这个鞑子，还有那个什么羌族啊，就反正各种民族呢，都觉得他们那个处在非常野蛮落后的一种民族状态。那这个夷夏之变里面呢，就觉得这个华夏民族汉人
它具有高等的文化啊，主要是儒家思想啊，然后这样一种等级制度啊，还有这个语言文字啊，穿的这个衣服啊，这个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文化。那么这个又把这些周围的这些蛮夷之族啊，全部要同化成这个汉族儒家思想文化圈，这样的话才就能实现一个进步。那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呢，也是沿用了这样一套思维啊。刚才就是说叶博士从那个民族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虚的概念，但是这样一个虚假的概念，中共为什么要用呢？它的目的呢，就是一方面它是强调团结，用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概念来消灭那些差异性，然后维持一个政权的稳定，维持政权呢镇压这些多民族的这些这个不同不稳定性化为这个稳定性。那另一方面呢，它实际上就是把他认为的这些落后民族的思想宗教信仰各方面的差异呢，它汉化，然后进步化这是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种族主义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汉族就是优等民族你们呢逐渐要汉化的话，对你们也好因为帮助你们从野蛮到进步从落后到这个高级文明阶段，所以它实际上还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救世主义的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在二战的时候呢，就是德国他认为日耳曼民族就是这个优秀民族这个当时那个尼采就是有些就是种族主义的那些思想家，就是提出这个日耳曼多么优秀，从那个地缘上论证，从什么印度很多神秘文化过来然后你这个犹太人吉普赛人你们这些都是垃圾民族，你们就应该就是残次品就应该扔到那个集中营里给火化了。那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他这样中华民族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一种种族主义。那这个现在习近平搞民族伟大复兴呢，实际上他就意思也是把那些劣等民族弱势民族去消灭掉，融化的这个汉族当中那实际上我们刚才这个伊里夏先生也提到，就是美国的这种多元化就 diversity， 这是非常可贵的就是各个民族一个班里有戴那个穆斯林盖头的，有这个留大胡子的，反正我们这些亚洲人也有。就是现在尤其我们学校是特别强调这个多元化的这是一个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兴盛国家的一个根源但是我们看到川普上台之后呢，就特别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然后觉得这个白人这个盎格隆撒克逊还有这个 Protestant 就基督教新教为核心的这个文化似乎是最优秀的我们最牛，就是 MAGA 吧，也不是所有的 MAGA 里面的核心的观念呢实际上也就是觉得他们这个民族文化最优秀，其他的都是差劲然后把那些移民不断的驱赶当然这只是美国文化的这个一小部分，而且我觉得它是很短暂的。美国文化的本质还是这个 diversity， 还是就是多元化。那这个中国呢做的是更加的就是多少倍的一种过分了，他就觉得汉族就是一种优等种族，他的文化也是优等的，那其他的你都是残次品，把你消灭了也是为了你好就这样一种法西斯的观点，实际上所以我觉得本质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本质就是种族主义，实际上就是种族主义。那为什么新疆发生这个种族灭绝，就是他的这个种族主义在起作用，而且他们很多汉人，他们骨子里他就认为那个你这个维吾尔族就是这个劣等，你女的戴这个盖头你们搞那个乃麻寺就是那个礼拜那些都是太愚昧，就是一些像藏人，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藏人在公路上那个磕头磕长头那这个我们那些汉人小孩们，他们就觉得你们做这些东西太愚昧了。实际上大部分的汉人呢，他们可能骨子里就认为你这些民族的宗教文化就是低等野蛮，把你们消灭了是你们是为了你们好，所以说这是非常野蛮的种族主义
好，谢谢耶尔伯兄，老弟，最后耶伯博士，我想要问你的就是，形势严峻，种族灭绝，尽管我们讲维吾尔种族灭绝，实际上这个维吾尔种族灭绝包括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克尔格斯，全部的非汉民族，在东突厥斯坦的，我们都在一种危机当中，语言、信仰、文化、传统、历史都在被重塑、被重新定义。从你的角度，你作为一个哈萨克人，和我们是兄弟，讲一下我们该怎么办？有没有我们是被动的去接受，还是我们能做一些什么？谢谢。我们能做的，谢谢，不好意思，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啊，能做的事情很多。第一呢，就是，要，就是真正的要知道自己的历史，然后要把话语权夺回来。而且现在这个社交媒体人工智能时代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是一个让习近平还有黄汉主义者心惊胆战的时代。这是一个，他们是害怕的，因为他们害怕这个世界的真相被揭露出来，而很多时候呢，这个真相呢是需要科学证据。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法律序言，这本法律序言，它是讲民族团结促进法是它的这个序言里讲到，这个中华民族呢是要各个民族凝聚出来的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要求。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它的这本法律的基础就是错误的。中华民族不是各民族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它是6000年当中仰韶文化一元独大所以中国现在遗传呢就是均质化，也在遗传学上有一个均质化，就是中国人的这个遗传的基础呢就是非常相近那么这个是多元一体的就是曾经是多元，现在是一体。那么这个发现呢，就是通过科学证据，通过遗传学的证据那么伟大民族复兴呢，复兴到什么时候去？复兴到以前的这个大同世界，孔子所说的大同世界。那么这个大同世界呢，考古学证明呢也是不存在的，是乌托邦大同世界实际上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这些科学的证据来探索真相。只有真相能戳破谎言。因为如果我们只说谎言，你这个是谎言，你这个是谎言，而你自己没有真相，不能提出一个真相来那么这个谎言还会持续存在下去。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第一，要坚持真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住自己的这个就是他虽然这个民族政策在中国执行，但是这个法律不可能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对吧？那么我们只能用这种叫做什么呢？这个海外的民族的这个 diaspora， 就是各个群体那么我们呢只能团结起来来保护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这个传统我们现在就只能用这个来对抗它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没有消失，不可能消失，永远也不会消失
将来某一天呢，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可能会说啊，我的手机没有信号了，他可能会这么说：“Mening手机信号yok。”就是说这句话里头可能会有很多汉语单词，但是永远还是突厥语，永远还是维吾尔语，永远还是哈萨克语，它永远不会把这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消除掉。这个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好，谢谢，谢谢每一位嘉宾的精彩演讲。我确信Uyghur Academy，尽管我们也是以 Uyghur 为命名的，但这个 Academy 包括耶尔波也是我们的成员，中国研究所的。1年以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事，所以呢，作为 Uyghur Academy 每一个维吾尔、哈萨克的知识分子，包括乌兹别克人，在东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家园，在这里头，有根续的，有联络的，包括在那成长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义务，像耶尔波先生讲的一样，夺回话语权，要用真相、用事实去戳破所谓的中华民族，所谓的这种团结。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用事实去解构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谢谢郭宝生先生，谢谢滕彪先生，谢谢耶尔波先生，包括给我们技术支持的巴拉江。巴拉江有没有提问的？如果有的话，可以有一个提问题。Is there any? OK. 谢谢每一位参与者，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网络访谈就到此为止。我们还会继续举办其他的一些访谈，请关注我们Uyghur Academy 的网站，以及呢其他的维吾尔各语的各种网站，我们还会有继续的讨论。谢谢滕彪博士，谢谢郭宝胜，谢谢耶尔波，谢谢马拉江以及其他技术支持朋友们，谢谢，再见。谢谢。好，谢谢谢谢，再见。